今仔日咱的新闻头起先带来看到，今仔日就是228事件的78周年。总统赖清德是头一间以总统的身份来主持228事件的中处纪念仪式。赖清德用全台语致辞，指出独裁者蒋介石伫台湾犯大罪，伊代表国家向受难者甲家属来回信礼，强调会督导行政院相关的部会来追查真相，落实转型正义，而且也针对着林家血案，赖清德是头一间代表政府向因回信礼。首先，我要代表国家再次道歉，我的心一直拢甲恁做伙。上任了后第一摆参加228事件中处纪念仪式，总统赖清德心情肃穆，佮代表国家向受难者甲家属回信礼。独裁者蒋介石伫大陆的政局节节败退情形之下，为了确保会当来台湾统治，所以犯下滔天罪行，甲整个228事件杀害族群冲突。是毫无反省、毫无歉意，完全无负责任，非常不应该的行为。78年过去，历史上分犹原还未好，因为受害者医学认为，伫真相甲加害者还未清楚进程，社会无法度真正和解。有啥物228无法度翻 page， 无法度翻面，其实就这是上重要的部分。为什么大家还认为？只有受害者，没有加害者。我个人认为，是我们社会的共识不够。受家属准备有追诉意义的游戏玩，对228事件，赖总统承诺，佮提高政府继续三大工作，包含加速政治档案开放、追查真相，进一步落实转型正义，佮伫中国武力离休的挑战之下，团结台湾，捍卫主权。无要互甲228共款的不幸事件特殊定演。69年2月2日发生的林家血案，赖总统也第一摆代表政府向林家回信礼。林家血案。政府有责任，无法度通提示。今仔日我代表政府向林家道歉。林家血案的所在地，义工教会伫228这日按照惯例举行追思礼拜，进前向台北市政府申请做市定书籍做着驳回。不过赖总统表示，已经请文化部研究将义工教会列回转型正义以及场所，确保历史甲记忆会保存甲维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